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女呢个节目。今日小介乜介咧？哇，小介伊介大家嘅好朋友，伊介客家嘅创作歌手，係講有看鬧嘅大擂台嘅天才兒士，自己係伊介平行線上。今晡日叫大家嘅新專輯裏頭也平非常嘅歡喜，嘅嘅歡迎自己是伊介黐雜味歡迎。嗨，各位福喜來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黐雜味嘅專門家咧102號。耶，歡迎！哇，我今天有一點激動，哈，有一些激動。對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你想看，你重構重咧24年咧，24年，24年。然後咧，今晡日兩種專輯可以算是體重。木逆，而且全部都是自己的呢。嘿，全部創作。對。咩係外加24年來第一種自家專輯。對，所以你知道這種感覺，因為我不會唱歌，我不會衝歌哎，大家都會笑我不會唱歌。可是我意思講，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歌手，然後我中間陸陸續續有某種該重奏，然後今天我的創作，我要出一張專輯了，我用想的都很激動，所以恭喜你！謝謝伊哩，真的謝謝。我愛東方伊帶到我像我自家生意一樣哎，對，1年的時間來同伊哩分享，同各位朋友分享。我咪當感謝當多人啲啲按多年來嗬，一直希望係有一種屬於徐哲偉的專輯。對，故所講，我一方面我覺得是大家本來動力，本來當到的鼓勵，還有本來當到的信心。真嘅，因為哲偉哥衝過暗後堂，真的。不是只聽單曲哈，我們有一整張嘅專輯，那就是噔噔噔噔人工哎，人工哎，哎，好好說一下，這個是什麼韓星是不是？你這個是什麼意思？你按鈕你給你這個造型，給你這個，你下次要去在韓星。不敢，因為你按當年來，我每次都大家本來當到能量，本來當到鼓勵，大家有講過。故所講我這個專輯發動到嘅時間，一本大家冇共用嘅東西。你按當年來是蒙客家本來當到能量，本來當到的養分。故所講，我每一本大家看到我冇共用，不是原地踏步。所以這張看到的封面，啥的可能有實體專輯的封面沒按樣品，就是其實這個面向是這個角度，也是我比較少讓大家看到，也不是我拍照習慣的面向。然後整張的概念就是我們的設計，他覺得它很像一幅梵谷的畫，然後他覺得這個眼神其實很對這張專輯他要說的東西。好，你看講到重點的哈，說的乜嘅東西？你看這個專輯裡面人工誒，人工誒用華語說就是娃娃、玩偶，對不對？以前搞嘅那種，不管是芭比娃娃呀，乜嘅玩偶，嘅客家話就人工誒。人工誒，你講一下為什麼這張專輯你都人工誒？其實一開始嘅時間我都冇想太多，我就經常要用專輯做出來，10首歌曲係我設定的目標。我做到報名，我想講一種專輯，當到係寫我自家內心，寫人心，寫回到單純的熱情也好，回到自家的生活。我就想講專輯我要叫什麼呢？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冒出了人工誒，因為我一直知道啲人當中會投氣嘅人工誒，我自家操控你自家，也係拍攝嚟操控你，你喺嚟個時代你經常嘅問題。我就想到，人工一條詞以後人工一啲法語下出來就會人工仔嘛。對。當度後我專輯裡邊都有下芭比，有下 Superman， 有下算人工誒，丘比特，一個人工誒。有的我們講公仔有很多形式嘛，譬如講梳妝台就不是生命的人的東西，我都是可以講公仔嘛。我就想說，你老公仔這樣拆開來。就是我專輯的概念啦。我哋下讓你下太加深度給自家。我懂，你寫了你，然後公仔，有很多公仔的歌在裡面，剛好又是客家話，對，就是公仔的意思。哇，所以就是一切都水到渠成。我用這種人討論的時間啊，就講，那我這張專輯就叫人工仔吧。然後跟企劃那邊討論，他們覺得。太好了，非常非常的好。你看，亞哈哲偉哥講到製作人，這次製作人也是 Lucas，算是很年輕也很有名的製作人。當時呢，佢啲拖啲音樂
给当有名哦，当到大家看的选秀的节目，譬如讲森林之王啦，或者是森林之王出来的几位比较优秀的歌手，其实也都有帮他制作转戏。很开心哦，真的懂懂。而且爱吃到他也算是你这张专辑很轻松要给推手，还有贵人，而且他对你算很热情，很主动，真的热情。你知道，你可以讲啊，制作人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机会帮我做？给你可以打电话给你，那艺术狗口你会冲下来吗？其實真嘅故事係呢，佢啲19歲、20歲，讀太好時間我中認識佢嘅，佢嗰陣時發唱片，不過佢兩個節目宣傳嘅時間，天台節目宣傳嘅時間，我之後啲好讓人奇怪，佢講音樂時間有一種不同的神情。不過，你可以從他眼神看出他不快樂。我就想講奇怪，你按有才華，兩個節目講音樂時間就是炯炯有神，而且這麼後生，感覺上未來他的路好長。你為什麼有一種好像不開心？我啲節目 live 嘅寶妹啊，就問佢講，子祥，你是不是不快樂？你知道他後來怎麼樣嗎？佢啲愛節目就哭了，大哭。佢講，佢上按到宣傳，攏按到音樂主持人啲講法，只有你讀到我的心。所以我在事後我就跟他聊天，原來他那時候因為合約，因為不是音樂的事情干擾他，他想要不做音樂。我給他鼓勵，可是給當時的鼓勵我沒有給他，我不是刻意的，我只是很單純覺得你是那麼有才華的人，千萬不要放棄你喜歡的事情。鼓手講。自從幾拜以後，佢當年啲台中視察上來送禮物來，他就說這個我一定要幫你做一首單曲。我覺得你知道他，因為他放進心裡了，因為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細節，在那個時候他很脆弱，可是你那時候給他很重要的，其實我冇想按溫暖的支持，不過佢就喜，所以他也是很重情重義，他很重情重義，對，他真的非常重情重義。鼓手，我們就有了這個專輯，就有這張專輯。因為一開始 Andy 開始周圍時間就是要做單曲嘛，因為我排 C 啦，因為我虧錢，他免費幫我做，當然很開心啊。不過共同當年呢，我都會想說，就像毅迪說的，台北市的再見都是我們下次約。我跟你講，就不見得會約，不會再約。我們下次約吃飯，沒有約。唔夠見冇哦，他真的就當年哦，三太節叫做送禮，是差啲台中上來呢。2022年年初，去年年初，其實我經歷了一段很低潮的事，但是我忘記什麼事，我只是很低潮。叫來嘅，公年前送禮幫我，其實講，周偉講我，今年一天愛容易發一首單曲，給我按當年來上嘅，因為開公司嘅嘛，他真的要感謝我當時撐住了他，他說我一定要幫你寫，佢講一句發，佢講這個你要節目到早晨1點到凌晨。你有想過嗎？你東涌捷運站的列車送大家去同道地方，不過轉過來收班的時候，你有想過你自己嗎？這段話感動了我。所以，Andy 開始寫歌，其實一開始寫係情嘅首歌，就是專輯聽藝術，情老人的重要。不過我嗰陣時想講，如果我發一首客語單曲，我覺得很合理，我想要給大家不一樣。來做容易討論，我們來做一首華客，但是不是對唱，我們是交錯的唱。我要像看 Netflix 或國關的天，隨選那個字幕的感覺是不是？對，就是譬如說上波係法語，下波係可能英文啊、日文呀、韓文，我要做這種東西。所以你啲彈歌嘅時間嗬，你會彈到我啲條件唱嘅時間，記得喺邊唱法語係嗌嘅意思，同步。然後我推到後邊給唱法語，我用客語來解釋這首歌。現在有聽到對不對？所以我做了。這是你的聲音。他挑戰了我很多不一樣的音域跟音色。然後翻譯。深深呼吸。層層跳躍。習慣你如同氧氣。去年討厭你們哦，這麼好聽。去年新年時間來出發行單曲，本大家注意到，他搞過做單的周，其實我非常非常的開心。所以因為這首歌，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計劃。
开始做安内转型。好讨厌会唱歌的人。我好讨厌漂亮的人。哎呀，觉得哇，我觉得会唱歌真的是上帝的恩赐。我很谢谢来真嘅当神梦，礼拜来一家看到冇看到一家，就像那首歌曲，虽然迄两三唱，不过你当唱演一家一家的对方。我们要认得自己这件事的，所以中文名称是认得音的啊，讲到客家话就会请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用那样的方式。嘿，因为你要认得一家，张请的都一家。古说听艺术，听艺术出全客嘅认得，不过底部都冇一扎丝黑请。我就是希望认得自己后，你可以在这首歌里再找到自己。而且很特别，因为有 TPA 了解就会他们是。当时在做两种作曲改时间嘿，1月1单曲，一张年一首歌。这是我们那时候定下的计划。好像暑假作业有没有？那个压力很大，不过每本来一家 update 啦，做得做一种专辑，因为你要做一种专辑，被人摸多嘞。可是说真心的，我觉得就像你讲，还一种 update， 我觉得也是一种力量。你跟交作业一样嘛，推动自己。你没有定目标，你就是有一个梦想在那里。摆着，对，但是你一旦定了目标，就觉得这个月，对，我交作业是不是？我中间有差点想要放弃，不行哈，其实哇，聊中做一因为动改故事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怎来讲？Barbie， 你故意的对不对？因为今年嘅天样 Barbie 暗讽。你还记得我上拜来客家电视台几周年的时候，我不是有来吗？有现场来单曲，有 Barbie 这首歌。有，这种是先发的时间，我有讲嘛，我其实没有刻意，因为来做后歌曲的时间，因为那规装专辑，我们希望有一首复古的舞曲，要符合我们整张专辑的感觉。那这首歌曲一开始下来法语，那某特别爱下嘛该，唔讲来宗旨就是现在的性平教育，女力，然后来希望。你可以是芭比，你也可以是肯尼。度后这种是做后的时间，其实已经排好了。我没有刻意，发行的隔天芭比电影就上了。对呀，太巧了，而且度后嘿呀，这种是有懂得，你譬如说有一些风暴，性平的风暴，故时候廖叔歌曲本太敢拿出来，其实。大家还以为你是因为 Barbie 告诉你下游给，结果其实你先的。那笨蛋就吓吼，朋友就还骂我说你干嘛蹭芭比？我说我真什么芭比？因为我知道电影要上，你光来唔敌这种事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笑，这个很好笑。你朋友很好笑，你干嘛？你干嘛蹭芭比啊？我说哎，我是肯尼。不过连 MV 没黑的规装专辑里边，目前为止唯一有的 music video MV， 因为 MV 也是很奇妙的产生呢。因为一开始要说歌曲。本太敢注意到的时间，我很开心。顾寿公太敢要请到歌词版的动画 MV，就是有芭比的东西。不过，制作人给谁一张，就帮我拍照的那个摄影师，他也是导演。其实有因去请记嘛，叫做拍啥转型。讲去请一个制作人卢卡是黑吗？卢卡是黑制作人，去请一个导演，MV 的导演，还有拍照的导演。其实看到他的摄影棚有一只熊个熊来是无色盒子，他说这盒子怎么很像芭比的盒子？好，给我抄，然后朋友结婚，他们想要走黑色芭比风，就有男生女生都穿黑色。他说他本来要拆了，他要丢掉了，因为拍完了嘛。于是讲，莫对不对？来不能弹一首歌曲，他就把芭比给导演听。导演说这是什么歌？法文还是什么歌？他说这客家歌，他吓到他说。他嘎勾暗行，他就说，我想要留这个盒子，帮哲伟哥拍芭比，这种
但是影片没有钱，我说可以少一点钱吗？拜托。然后因为导演非常喜欢《芭比》这首歌，他就说好，没关系，钱我们可以少少的，然后我们把芭比拍出来。那我一开始以为是黑色嘛，然后讲第一拍 MV 的前阴影，他们因为导演太爱这首歌了。他跟工作人员团队就把盒子换成粉红色，你要看到哎，他们刚才看到是粉红，是前一天才弄的。其实我很感动，他没有睡觉。我隔天一去的时候，怎么是粉红色，不是黑色吗？他说没有，这个歌好好听，我喜欢。他就特别为了我做了这个场景。其实，我很谢谢导演，他就是花了最少的钱，但是做了最漂亮的 MV。那真的特别，我觉得听了真的很感动。我觉得有时候，生命当中给顶沟按斗给事情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很感谢，在这个路途上面伸出的每一双手。真给，我觉得他就是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伸出的那一双手。真的。他为什么要为你做这件事情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而且你给这种你 Lucas 干嘛要这么热情？他跑去找导演就找导演，为什么？对他只是去找他谈事情，关我什么事？我的意思是，对，你知道这就是很温暖的非常温暖地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讲你可以归隐，然后它是一个。我真的这故事整个听起来我都觉得好感动，而且那个导演也是，对，导演咩？而且我觉得那天拍工作量其实 loading 动重，因为你要音乐一几日都只有省都按补把它拍完。你知道到晚上的时候，大家看到芭比都是明亮，他们有做功课，他道具、衣服都他们找的嘛。因为要请私演工，我们不想要，因为钱不够了，不想要拍得太假。顾少他们还。摄影棚哦，猫包有重门嘛，他还找工作人员去外面打灯，从外面打进来，让它像很白天的阳光。顾少公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抓不准是，我真人当感谢每一闪对我的帮忙。哇，好棒哦，听得都很感动。想说以后这个人情债要怎么还？我超害怕的，而且亚叔哥就唔单枪缝哦，他后来还有。带着我到别的地方去，你知道什么地方吗？这个就是下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去到什么地方真是不得了嘞！165反诈骗，真给黑猫警政署，内政部，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帮警政署代言？嘿不嘿？我接到通知的时间，我真的吓一跳，因为你想讲。警政署也不是每个人都客家人吧？没有。对啊，他听到芭比，然后芭比还只有芭比是客语哦，其他都只有芭比是华语哦，其他都汉语。他就说这个歌我们觉得芭比好好听，很洗脑。最近就是诈骗很多，你要做一束反诈骗的短 Q， 因为大家流行短 Q 嘛，什么没有嘛，放在短影音，他们想要去攻 TikTok 或者很多地方。他说还给我听计划，他说我要请安心亚啦、蔡昌宪啦，还有那个王洪恩呐、廖德，还有懂得英语朋友演员要拍这个反诈骗，你帮我写一首歌，我来呛五头行商人拍这个手势舞30秒嘛，让本长辈啦或者是所有人知道诈骗的那个重要性，反诈骗的重要性。顾少公来一开始下一时间，我就把芭比写进去了。好，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反诈骗的号码几多号？116。超165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对，然后有很多诈骗的形式，譬如说不明的网站不要点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感情诈骗很多，超级多。我就把这些内政部本来也董冲业为一些词句摆进去芭比的去，芭比还是用芭比，好，可是。就后来不行哎，我第一次被打枪，他说那狗董后堂很洗脑，词也写得很好，可是芭比不能用，你就得用另外一种防范，把芭比抽掉，因为可能会有版权的问题。因为芭比对，毕竟是有国家的案子嘛，他怕会侵权，好，那我说好。跟俺想哦，全民爱糖爱糖爱狗要很亲民，那我就请芭比的姐妹出来，我把它换个名字叫 Joey 好了。Joey 念久一点是什么 ？Joey。Joey，你爱注意哦。可是有些男生要骗意。等一下，所以这种感觉是 Barbie 吧 ？Joey 就是注意。对，你要注意，你要注意。Joey。对，爱注意，就叫大家要注意，你就会听了嘛。对，谐音梗。然后另外一个谐音梗就是。不能一直注意啊！那如果有男生要骗你，这男生可能化名很多，Andy 啦、Owen 啦，或者是什么都好，我就想到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是诈骗王，他叫做 Michael Pan， 麦可潘，你念久一点 Michael Pan， 预备起 ，Michael Pan， 莫这个骗你。
我找个便宜，我一个晚上，好可爱、我用了很大的心力去把这个歌写出来。这首歌目前同太尬的朋友就会用在英文名，绝对不要取 Joyce 跟 Michael。没有 Joey 跟 Michael， 不要。对，好，继续，排谁？那就下后了属短 Q。隔天我一早就收到长官的那个资讯说，哇，这歌太厉害了，我帮你拍好短曲，你那种听啊 Q 啊跳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。其实我刚心里唱跳，你想说不要跳是不是？我刚心里有吓一下。本太家底哈，你要懂得短 Q， 分享太家听的 Q 啊。我们会有音乐嘛哈？周末来咯。对，会有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音乐。那音乐下，你会。啊，我先龙太家讲，你看五黑165嘛，166，要连好，对，来，拒绝来咯。911，你要注意，哎。不要点进去，再一次，你要注意，假投资，打165，不要骗，搓掉，他只要钱不要你，拍拍手。嘿，天师给有钱的阿公阿婆啊，也是后生人啊，那个阿爸阿叔全部好起来，你就会记得165，发现不对的事情就打165，他会帮你。我觉得好棒哦，因为我会知道165是因为矮碟节目底度有收给，对，不过你一般人可能不会记起，不过一下你就记起165，好冇？不过转去谈爱演曲芭比。好棒有时候生命很清神奇，个地方就会用你唱的一首歌呀，好，然后做一些事情，你可能一开始的初衷当然是有你很强烈的这个就是努力在里面，可是有时候一个作品会把你带到什么样的地方，有时候是超出你的想象。真的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对，比如说他可能把你带到坎城，也不知道，对不起。蒙宁金口啊，蒙宁金口。黑面安有你，那共同一样这种转型，其实有一个 TP 的用心，因为。有问他曲风嘛？一般来讲，你弹他大概专心，可以蛮民谣啊，对不对？爵士啊。他就跟我讲说，嘿，提供 trendy pop。我心想说，我就 Google 一下，我妈个 trendy pop。你去讲，那这样专心，我两百 TP 用 trendy 就是俩四个当流行的潮流跟风格 trendy 就是谈风格，谈那个潮流，还有潮流流行。那希望你贵重专心，做得本太家。不是看歌词，出糖的是爱碟充满该，所以整张是很流行。我懂，就是你不要是因为糖的是哈嘎发，说我要去听客语跟哈嘎歌，对，你就是你一听就觉得啊，怎么那么好听，然后很流行，就像朗朗上口，超。对，谁说哈嘎狗可做不可以流行？你会唱的哈，芭比，预备起。我不会，因为我不会冲狗，好可怕。先聊哈，等下展总来讲。世界的面，所有感情的是非，我默解，会撤退，爱的强坚强下边，当然是人万来的戏，看透真情了介意，马沙长草，马沙长对，丘比特的眼泪。黑船上化作嘅水，流過搭沙幸福嘅密室，春節甲呼吸，丘比特的眼淚，黑珍珠穿燈嘅手臂，電浪漫體隨風起。
你一定要把心会沈梦泰嘎拼凑爱。哇哦，这首歌很挑战哲伟哥实力耶。因为讲泰嘎有弹到某几个音乐非常的简单，主要是吉他，就是真人弹的吉他。哇哦，对，帮我们分享一下亚述歌曲。其实亚述歌曲我下当久的，一开始喺华语，啲我都当专场啊，也演唱会，当到嘅歌迷朋友，也係我自己樂手朋友記得都講，這個我好喜歡丘比特的眼淚，你一定每一次都要唱。古時候講我演唱會我大擺都會唱，經營演出龍吉那啲女巫店，我第一條歌曲唱了數講我自己彈嘅，係唱華語。不過呢擺我上咗表演來係希望。我本大家聽到安陽型曲風的歌曲，咩跌下我自家。因為我們藝術工作者都是這樣嘛，特別的節日都是陪着大家歡樂。可是走下台之後，像我以前駐唱背着吉他，你像不像丘比特？譬如我幫別人告白、幫別人求婚的時候，下了舞台回到家，你在自家一3年的時間，你有想到自己嗎？我想毅力很懂這種感覺。古手跟你說，等一下，你怎麼了？沒有什麼懂不懂，因為我沒有歌迷。沒有，不一樣。我所有藝術工作者都是這樣。懂，其實懂啦，我對我懂哲偉的意思。泰嘎杜迪丘比特他是愛神，他為大家想了這麼多的事情，可是最後，你有想過他掉淚的時候，或想過他難過一個人的時候嗎？古手講沒有點想來自家。經驗編奏按用來吃到當後，就會講丘比特眼淚，它等於是一個全新的樣貌給大家看見。對，剛剛是說珍珠串成，珍珠串眼淚很像珍珠串成，如果掉了地上，你就收也收不回。而且珍珠它也是鑽石，眼淚也是鑽石。然後我覺得，很多時候我們都忘記了為自己多着想一點。古時候講來說，歌曲啲唱嘅時間。因為它對我來講很重要，歌戲全部是 full band，就是全 band 的演出，你要把編奏某腔用的就是很內心的東西，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挑戰。而且我覺得越簡單，其實越挑戰。連書歌曲啲轉戲底背度，我們有一個名詞叫 one take。就是一鏡到底。因為唐公你要是歌曲就會 one take，錯嗎？這是這張專輯裡面我覺得最困難的一首，就是唱最久。因為各種聲音狀況、心理狀況都不是很好，而且在做專輯做到中間了，就會覺得好累哦，是不是要放棄了？然後這種也很厲害哦，弟弟對面就講：這個你今天是不是有心事嗎？換他問我，然後我就說我不知道哎，唱不進去。他進來弄來大椎骨搬掉那種，哇！他就說。在飛廣講，六吟詩懂歸啊，我們就唱最後一遍，你要幹嘛就幹嘛，你不要管我了，我也不會叫你幹嘛，我們就最後一遍，唱不好我們就下次錄。不知道為什麼他那一次最後一次，可能人就是這樣嘛，反正最後一次我就放鬆，吉他一起的時候，我不就有一種很奇怪的，不知道丘比特還是誰上身。我跟你說，底背度泰嘎底丘比特眼淚，一開始沒有口白，他沒有那麼多的。表演，可是 K 龍沈就想要隨便啊，反正我中間有口白，我呼吸聲也錄進去，反正會剪掉嘛。我是這樣想的。唱到懂我的時候，我好想哭哦。我一直覺得我進去裡面，一想到我按多年了，對音樂的執着，也還講我一路跌跌撞撞，有人可能不看好你。然後，我一唱完，我一走出來，我還說之後可以嗎？不行，我就要走。我看到製作人跟錄音師都在掉眼淚，跌春猛症，我就覺得。好像成功了耶，然後他就說，我跟他說要剪掉那些呼吸聲，也還講哽咽，他說不要，這個我們就是 one take，就用這個版本。沒想到這個一出來，因為我們沒有發單曲，我們就是最後專輯部分給大家本太太彈。我有好多 DJ 講課的也好，或是任何的華語的音樂人，特別喜歡這首歌，因為裡邊跳戲啦、嘆氣啦、呼吸啦，他覺得那個是很真實、很自然。因為大家泰嘎都迪吼，黑公你去錄音室，他其實幫你弄得非常的乾淨，它是經過精修的。他甚至說有一些走音啊，或是哽咽都沒有調。哇！所以專輯當中唯一的 one take 最丘比特的眼淚，你蒙泰嘎戲粉。哇！我覺得今天邀請哲偉哥真的每次你要哭了，對，每次躺，你真的。很會講故事哎，很故意。講到故事哎，講到故事嘅時間，10個故事，希望大家多聽幾次。沒有，我嘅意思係講，就是
不是只是故事感人，我觉得我从这个孤斯迪路听到哲伟哥这个人，给给人，给给情感，然后他对这张专辑的投入啦，所以真的今天就是要奉问哲伟哥为什么会特别的开心，我是真的特别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某种程度，我其实跟哲伟哥没有常常联络，对，但我觉得我知道这个人，就是我认识这个人，然后我知道24年终于有一张自己的好像孩子要诞生，我觉得他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开心。那我知道阿利亚青苔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个性，他很细腻，然后哲伟哥很努力要把事情做好，然后表现最好的一面，不太敢宽。可是另外一个面向，我觉得你就会在意别人对你的感受、对你的想法、对你的评价。一样的道理，你出一张专辑，跟你唱刚刚那首歌，你就出啊，你就开心就好。现在是糟糕，我这张专辑大家听了不知道好不好听，他给他听了是不是觉得满意？我这张专辑做的好不好？你果然很了解我，依里。对，这张专辑在客家界这样，接下来会受到前辈们怎么样的一个评价？用给一个干高。啊，你想这么多做什么？你就跟唱丘比特跟刚自重你讲呀，反正。就唱啊，就唱啊，就唱，你管人家，对啊，对你管家，他都这样跟我讲啊，对啊，你管家，你管家啊，24年了，我出一张这个专辑会怎么样吗？对啊，会怎么样？不行是不是？很好听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拜托，谢谢，好不好？不要对我就知道你我如果会这样想。专场，我一定要先请你，你要把时间空下来。好，一定，我会先，你不要跟我说下次见哦，我会准备好手帕，哎呦喂，面子都给你。没有，我刚刚那是真心，谢谢，你要把那个放下。真的。对啊，你一出一张专辑，你自己唱那么开心，又做的这么努力，怎么样？是要怎么样？走不得呀，嘿没？对不对？哦，时间很快，只剩3分钟，赶快让泰嘎的了解一下这位跟某 Q 跟面兄。哎呦，今拜访问几个时间，问个就会几个歌曲的创作，他在节目里面的主持，黑某就会几对他嘎嘅关系，都是跟同一个作品有关。但你知道他最喜欢吃什么吗？哎呦，你迪对不对？问他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不能想太久。哎，我没有挑哎，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阿婆煮的那个瓜子绞肉。哦，那个我好爱吃哦，我自己都会做。哇 ，OK， 你看大家不知道吧？太敢唔迪哦。再来，好，我们这时间很紧迫，最喜欢喝的饮料。我最喜欢喝的饮料是水。认真？我真的很喜欢喝水啊。所以你没有说是什么咖啡啊、奶茶呀这种？冇哎。哇，那你平常喝饮料吗？我很少，就是手摇饮我很少。难怪这个嗓子爆用都暗，超少喝。再来，你最喜欢，因为这是饮工的嘛，哈，你自己有没有最中意跟饮工的？哦，连他韩国很流行的 Ryan， 给他一张10哎。没熊哦，我会生气。哇，他叫 Ryan， 帮我上在这边。哇，我不知道哇，你看，真的好，再来，近期就是过去的颁演呀后，让你最紧张的一次演出是演出黑马给就是女巫店的演出，跟吉娜给改版。因为来东九某周专场的演出，吉娜邀请我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吉娜又这么会唱，但是给场真也本来影响懂成。每天来做转西杯，这当中给了我很多能量，特别现场的朋友。好，最后一题，如果黑共周队回到出道那一年，黑共周队转移出道那一年，你可以跟自己说一句话，你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？我觉得你很棒，即使你很辛苦，你还是坚持下来了，你要继续下去。好感人哦！你看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因为其实因为就是很辛苦，才想要跟自己说，其实你很棒。我真的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我就跟你说，问这题会哭，你等于就相信你快点。不会，我可以。哦，好，那我节目的最后，你先瞄。好，我跟各种朋友讲，大家好好的记起两种转型音功哎，好，然后呢。这位你很棒，谢谢你，什么太大支持，就让有你哈。然后我们等着他的这个巡回演唱还有我的实体专辑，对实体专辑，然后再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的实体活动。你关注我的脸书还有 IG， 唐起来，什么太大什么一零，唐起来，拜托，听起来好，听下来做运动了。
好看福喜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。